再来看总统府将发布总统令，正式任命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杨一选出任驻美的副代表。今仔杨一选出席中东中央的活动的时阵，表示讲哦，有人讲即马是台美关系历史上上好的时阵，也毋过伊认为上好的时阵哦，佮还未到，嘛希望讲哦，逐工拢会当比上较好。 还有一些人事上面的程序需要走，没有分进合集的问题是，大使就是最高的领导，所以我们一定是配合大使的指挥。美国对于台湾跨党派的支持这件事情，我们也在华府感受非常强烈以及深刻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得来不易的外交成就，大家常常讲说，历史上面很好的时刻，但是我想最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，我们应该要持续的 往前推进。杨一选之前才带民进党外交陪礼访问团去美国访问10天哦，伊讲伊深刻感受到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，伊嘛望讲未来当继续来推动外交，增加咱台湾的能见度，佮国际参与。